會唔會可以講多少少呢個劇本吸引你接拍嘅地方咧？即係其實咧，我覺得而家香港電影界喺呢2-3年裏邊咧，出咗好多新嘅導演、新嘅演員，但係佢哋都好專業同埋好熱愛佢哋嘅工作嘅。咁係一個好，即係對於電影界嚟講係一個好好嘅現象啦。咁奈何咧，投資嘅資金咧係比較難揾嘅，因為而家好多人未必會入去戲院睇戲。但我自己本人我係中意入去戲院，因為你喺戲院你可以專心，你唔會一陣間去洗手間，一陣間去斟杯水飲，一陣間又講下電話。咁我覺得我哋用少少嘅錢，但係可以欣賞到一啲好認真嘅製作咧，其實係好值得嘅。咁我亦都希望多啲觀眾可以入去戲院睇戲，咁令到香港嘅電影咧可以發展得更加好啲啦。咁而家咧喺電影界嗰度有咁多新進嘅好導演、好劇本，我咧係特別幸運嘅，因為我幾十年冇做戲咯喎，但係一遇到就係一個咁特別嘅劇種，我覺得我做幾十年嘅演員都未必有機會可以碰到一個好嘅導演或者好嘅劇本、好嘅角色嘅。咁但係今次好幸運啦，俾我遇到咗一個好強嘅團隊。因為楊導演佢帶領住一班好專業嘅幕後嘅精英啦，同埋幕前嘅無論係年青或者同我差唔多年紀嘅演員，大家都好專注於佢哋嘅工作，即係好尊重佢哋自己嘅崗位係乜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我嘅幸運，因為我咁耐先至再出嚟拍翻戲，遇到一個咁好嘅團隊。咁好嘅劇本、咁好嘅角色咧，我非常之幸運嘅。